直播室繼續有邵國華、葉韻儀啦，同埋我哋嘅嘉賓香港工程網絡資料管理中心嘅行政總監黃敬工程師，講下呢個如何減低及改善啦路面開挖及斜坡維修對市民嘅影響啊嘛，講咗好多咧嘅資料啦，咁啊好簡單嚟講就係希望咧日後咧有個即係好完善嘅管理中心啦，可以將好多嘅資料俾唔同嘅公營啦、私營機構啦，等佢哋咧掌握到有關嘅資料嘅時候咧，就可以避免減少啦咁多嘅問題嘅出現，減少我哋塞車啊、塞時間唔見錢嘅機會啦嚇。簡單啲嚟講，咁啊頭先講到啦，咦？咁多方面都應該即係聽落叫做有啲 jack 數啦嚇，唔使用咁多嘅資源，又可以得到好多嘅資料。萬事俱備啦，只欠東風。究竟呢個東風係即係乜嘢咧嚇？阿景，其實而家我諗最欠缺咧係大家有一個共識同埋一個承諾。呢個共識就係話大家都要覺得呢樣嘢係好嘢。咁而家嘅階段咧，我哋叫做第一個階段啦。咁其實我哋就將呢個信念咧，就係攞出嚟同大家去分享。呢個信念就話將來呢一個係全人都係贏嘅局面。咁如果呢個信念大家都係有共同嘅信念嘅話，咁我哋第二樣嘢就係個承諾啦，就係究竟要付出幾多去做到呢個信念啦。咁其實正話講咗啦，基本上政府啦、私人機構啦、顧問工程師啦，佢哋都唔需要付出額外金錢嘅。喺目前嘅環境之下，根據目前嘅守則咧，基本上承建商佢哋係需要自己去預一啲咁嘅款項去做呢啲咁嘅探測。而探測完之後，只要政府係要求佢哋將啲相關嘅資料擺喺同一個中心，咁已經解決咗嗰個大問題㗎啦。再者，其實喺路政署嚟講呢，我哋有一個叫做開挖嘅許可證。呢個許可證同我正話講嘅許可證有少少唔同。我正話講嘅係合資格人士批出嘅許可證，呢個係每一次獨立嘅。而路政署嗰個許可證呢，就係話佢要睇埋附近嘅人或者公司有冇咩開挖之前佢批出嘅許可證。其實如果將呢兩個許可證咧合二為一呢，咁基本上呢，承建商佢嗰個責任又完成咗之餘呢，我哋都可以有更加準確嘅資料去開挖。咁我哋重複提咗好多次呢，就係我哋成日見到啲唔期望見到嘅嘢，所以先會延誤嘅啫。如果你樣樣都可以期望嘅話，嗰個開挖嘅數目肯定可以減少嘅，因為其實我哋有時開挖亦都係為咗證實嗰度有冇嗰樣嘢嘅啫。OK，咁就如果係另外一樣嘢就係話，如果嗰個資料比較齊同埋整之外咧，佢可以咧就係大家夾份用，咁嗰個費用咧就變咗，譬如10個人用就一人俾1/10，咁幾着數下嘅，即係分擔咗嗰個費用添啊，直情可以可聽落。係，喂，阿黃 Sir，同你傾翻一啲個人嘅嘢啦。通常呢啲咁偉大嘅構思咧，都係嚟自個人嘅，會唔會你過有一個經驗？可能就係某個公營機構喺你屋企樓下就掘咗3年，咁樣令到你好氣憤啊！非常之沮喪，所以就把心一橫搞一樣嘢咁樣嘅一個偉大嘅構思咧。我就好彩啲就未試過話連續好長時間受到呢個滋擾，但係我亦都睇到出邊有好多咁嘅開挖工程係存在緊。咁其實最主要個原因就係我哋點樣可以提高個水平嘅啫。如果提高到個水平呢，我哋相對性嗰個問題會少啲嘅啦，已經係。咁啊，可見未來幾多年啦，即係如果大家各部門啊，東風又已經到埋嘅時候啦，咁啊點樣可以即係成事咧嚇？我哋需要等幾耐咧？我自己個人估計咧，大概10至15年咧，應該都可以將成件嘢完成到8899噶啦。只不過嗰啲數據交換嘅啫喎。唔單止數據交換係。將數據交換之前要將啲數據變成一啲處理咗嘅數據，係同埋要核實當中嘅資料啊！呢個係好重要嘅步驟嚟嘅。唔係到時你又諗住得啦，A 公司、B 公司、C 公司部門俾晒啲料我望一望，咁啊諗住砌埋落去第時用。啲資料原來唔係最新嘅，咁啊真係又係揾嚟搞啦，咁但係最近呢，都聽到一個最新嘅專業學會咧，就係香港地下管線測量師學會啦。咁其實呢一個學會喺呢方面可以幫到啲咩手啦？其實呢個學會呢，我哋亦都係個目標呢，亦都係希望提高成個專業嘅水平啦。其實喺香港呢，我正話講合資格人士呢，有超過1000位嘅，但係有幾多真正係好認真去做呢？我哋唔知。咁因為我哋冇辦法年年睇佢啲資料有幾準確，我哋就呢個學會係希望就係每年都交啲資料俾我哋審核，審核咗之後證明佢嘅可信性，然後我哋俾佢延續個會籍。喺每年都做呢個動作之下呢，我哋就可以將個水平慢慢提高到一個專業嘅水平㗎啦。即係有啲叫做信心保證啦，即係聽精靈一點咁樣，聽到好多一個健康信息。喂，我問多你一條問題啊！喂，黃 Sir 你幾多歲啊？今年
睇落應該30鬆啲啦，我30鬆啲啦嚇。哇！你咁偉大嘅構思，需唔需要一個人同你申請做呢個10大傑出青年咁嘅樣？你有機會攞獎嘅喎。10大傑出青年去到45歲好似係咪？係啊，實係好多機會啦。你搞完嗰樣嘢，咪就係10年後咪就攞咯。咁少過話你做黃敬工程師嘅提名人咁樣咯。我唔介意㗎。你翻出去，大家斟攞少少資料咁樣我哋希望最主要就係市民得益。係啊，呢個係最大嘅贏家嚟，因為市民你係嘛，全香港嘅市民有幾多人？每一位嘅人都係市民嚟噶嘛。今日唔該晒咧，黃敬工程師講咗咁多呢方面嘅資料。好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唔該晒。